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8月1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18节，历代志下卷34章22节到33节，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2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传承。咱讲信仰的传承也好，或者是讲咱应该讲信心的遗产也好。伫教会伫发展的中间，牧师时常提醒一项事，就是教会发展的基本盘，就爱安怎来维持啦吼。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家庭的这个信仰教育、信仰的传承的重要性。因为真侪人厝里的信仰教育无做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厝里内底第二代无去参加礼拜，甚至离开教会、离开信仰。过去捌听过一寡较老的教会基督徒无互因的查某囝接受洗礼。因所讲的原因是讲，如果若洗礼，将来就足歹嫁人。因为基督徒的比例总是比较较少，安尼意思就是讲，查某囡仔将来的可能的婚姻已经准备好啊，将来囡仔信仰就随便因啦。历代志下卷34章22节到33节，讲到女先知胡历代对犹大王的提醒。伊讲对安尼希律家甲王所派的人做伙去见女先知胡历代，伊是管理礼服甲迄个沙龙的某。沙龙是哈尼哈斯的孙，迪瓦的囝。胡历代住伫耶路撒冷新的城区，因甲伊请教，伊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恁倒转去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照伊伫犹大王面前所读一切所记载的咒诅，降在伫即个所在甲遮的子民，因为因气杀我，甲别个神明烧香，用因的所做叫我受气。所以我要将大受气摒落伫即个所在无煞。毋过找恁来请问上主的犹大王，恁着安尼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着听。我对即个所在甲遮的子民警告的话，你就忏悔。伫上帝的面前来谦卑，佮拆二三，伫我的面前低头。我有听到上主讲，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列祖遐。你袂看到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，甲遮的子民一切的灾厄，因就倒去，将遮的话对王来回复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众长老。王上去上主的殿，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子民、祭司、利未人，甲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大小，嘛拢上去。王就将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。王徛伫伊的位，伫上主的面前立约，要全心全意顺坦上主。遵守伊的诫命、教示甲规例，施行即卷册所写立约的话。伊互耶路撒冷甲便雅悯所有的人民拢答应遵守即个约。耶路撒冷的子民就遵守因甲因列祖的上帝所立的约。约西亚将国内一切可恶的偶像除去。各互所有的以色列人拢降服上主因的上帝。约西亚活地一日，人民顺坦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拢无偏离。
咱今仔日要对这个希伯来书看到信心的功课，提到的信心的传承，这就是信仰的遗产。基督徒应该爱重视信仰的传承，唔通亲像祭司以利，还有撒母耳因的囡仔同款。伫信仰的教育传承的顶悬是失败的例。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28节，安尼来提到。对神亚伯拉罕受考验的时，献以撒做祭物，就是承受应允的亚伯拉罕欢喜献伊的孤囝。上帝对伊讲，对以撒生的才是通算做你的子孙。亚伯拉罕想讲，上帝会当予以撒对世人中国活，所以他通譬如讲，以撒是死个倒转来。对神，以撒为着将来的事，甲雅各甲以扫祝福；对神，雅各临终的时，甲伊约瑟的囝一个一个祝福。伊靠着管仔头敬拜上帝，对神。约瑟临终的时，有提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，佮反复关系伊的骨骸埋葬的事。对神，摩西出世以后，伊的老爸母看到婴仔亲受惊王的命令，将伊创3个月日久。对神，摩西长大以后，拒绝甲伊称做埃及公主的囝，较爱甲上帝的子民同受苦难，无爱享受最终一时仔久的快乐。伊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较宝贵，因为伊仰望将来的报酬。对神，摩西毋惊王会受气离开埃及，伊坚持到底，因为伊有看见人看袂到的上帝。对神，摩西设立半过节，反复着野火伫这个门坑内底，才会当互造灭者吸着，无吸着这个以色列的大囝。诗篇89篇第1节到18节，我要永远唱歌学乐上主的慈爱，要世世代代宣扬你的信息。我要讲你的慈爱永远建立，你的信息亲像天袂动摇。你有讲埃及是我甲我所竞选的立约，甲对我的仆人大笔宣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代到永远，坚固你的宝座到万代。上主啊，愿天称赞你奇妙的作为，天使伫智慧中上赞你的信息。伫空中倒一个会比日得上帝，正生命中间倒一个会亲像上主。伊伫天使的议会中是有大威严的上帝，比一切伫伊四围的生命更较通敬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你的大权能倒一个会当甲你比？你伫逐项代志拢显出信息，海水涨悬，你甲伊管制；海涌起来，你互伊平静。你一个手拍碎海怪的拉伯，你用大气力的手拍线对着。天属你，地嘛是你的，世界甲万物拢是你所建立。南甲北是你所创造，塔白山甲叶文山拢欢喜称赞你的名。你的手骨有权能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正手举悬悬。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，慈爱甲信实行伫你的面前。会晓得对你欢呼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因要缀你的面发出光来行。因规日因为你的名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快乐。你是因奇妙的快乐，因为你的恩典，阮会得到胜利。上主是阮的保护者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阮的君王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看重后一代信仰的教育，
亲像箴言22章第6节所讲的，就爱教导因到老嘛袂变迷。这是基督徒的祝福，嘛是阮的呼召。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